2025年嘅香港車壇正處於一個轉折點，大家唔再只係貪新鮮，而係開始識得講質素。隨住電動車政策穩定落嚟，車廠之間嘅競爭已經唔再係單純追求續航力嘅軍備競賽，而係回歸到造車工藝同軟體體驗嘅全方位較量。過去一年，新車出得快到令人眼花繚亂，每一款都喺度挑戰緊我哋對智能座艙同空間利用嘅認知。面對咁多選擇，我哋今年嘅審視角度亦都更加深層次。我哋唔再只睇紙上面嘅數據，而係睇架車喺香港街道嘅真實表現。依家賣電車仲係講緊0至100加速有幾快，其實已經 out 晒啦。今年我哋嘅 Car of the Year 最佳電動車就由呢部 Mercedes-Benz CLA 攞咗。點解呢？因為佢話俾你聽，效率先係豪華電車嘅新標準。佢用咗全新 MMA 架構，最誇張係承襲咗 Vision EQXX 嘅神級技術，平均耗電量每百公里只係12千瓦時。究竟係咩概念？即係你喺香港用呢部車叉爆一次電，佢大概可以行走750至792公里。香港地方唔係太大，2-3星期先充一次電都真係冇問題。車廠呢仲為佢配備咗2速變速箱，起步夠爆，高速巡航又靜又慳電。就算你屋企冇位充電都唔驚，佢支持320千瓦快充，飲杯咖啡10分鐘就補返325公里續航。如果你想喺今年換部有體面、有科技又完全冇里程焦慮嘅電車，呢部年度最佳電動車 CLA 絕對係好選擇。講起 Smart 咧，真係好多人好掛住佢嘅2座位車仔。不過而家熱賣中嘅 Smart 咧已經唔同以前，佢哋部 Smart #5已經成為我哋最佳城市 SUV 首選。呢部徹底打破傳統框架嘅 Smart，唔單止係 Smart 史上最大部最強動力，仲係一部完美結合咗平治設計美學同極致黑科技嘅 SUV。呢部車咧係走 boxy 方盒造型，望落穩重得嚟，非常有力量感。雖然車身長度有4.7米到啦，喺香港市區窄位泊車仍然算係靈活，但最犀利嘅係佢擁有2900毫米超長軸距，入邊空間利用率高達85%，坐入去嗰種闊落程度簡直係媲美大型 SUV， 完全符合香港人對城市穿梭同週末郊遊嘅雙重需求。講到車廂配置，入邊簡直係科技樂園，一入車廂就見到2個13寸2K OLED 大芒，入邊套電腦係用咗 AMD V2000晶片，順暢程度跟頂級平板分別唔大。最令我哋驚喜嘅係套 Sennheiser Signature Sound 系統，20個喇叭配2000W 輸出擴音機，仲有7.1.4杜比全景聲音效，令人更加享受每個駕駛旅程。性能方面，Smart #5搭載領先同級嘅800伏特高壓平台，理想情況下15分鐘就叉到80%電，飲杯咖啡就搞掂。想要高性能，仲有 Barbus 版，佢有637匹馬力，0至100加速只需3.8秒，仲有埋沙地、泥地模式，就算去大帽山跑山定去西貢露營，佢其實都 OK。拎得呢個獎就係因為佢夠平衡，唔同車型有唔同配置，想要高級感、科技玩樂，甚至玩大馬力，佢都真係有照顧到唔同用家需要。揀電動車，你係咪仲喺度純粹睇續航？其實安全性都好重要。喺過去1年試咗咁多新車，最佳安全電動 SUV， 我哋選擇咗呢部吉利 EX5。點解揀佢？首先一定要講佢粒短刀電池，佢哋做到8針，同時刺穿測試，佢都完全唔起火，就算被36噸重型車車過都冇事。加上香港又濕又熱，佢個熱管理系統做得好足，完全解決咗電動車底層嘅安全疑慮。講到車身，佢用咗 CTB 電池一體化技術，成部車嘅剛性非常之強，就算真係發生碰撞，佢獨創嘅3葉草卸力結構識得引導撞擊力，保護車廂入面嘅屋企人。EX5 係攞到 Euro NCAP 同 NCAP 雙5星評級，所以安全性方面係靠得住。平時喺旺角、深水埗咁多行人，佢套 L2 智能輔助系統反應係幾唔錯，AEB 準確度極高，最細心係連兒童遺留監測都有埋。20幾萬一換一，有齊呢啲頂尖安全技術，呢部 EX5 真係目前最理性嘅家庭 SUV 之選。想知多啲關於呢部車嘅嘢，說明欄有詳細試車報告免費睇。
講到豪車，大家腦海第一時間諗起邊架？其實唔使估，答案永遠都係佢。恭喜 Mercedes-Benz S-Class 攞到我哋年度最佳豪華房車大獎。S-Class 幾十年嚟，汽車界有咩新科技都係由佢帶頭先。以前係 ABS 氣袋，嚟到而家佢玩嘅係數碼豪華。入到車廂，你會發現平治真係好識玩。佢唔係齋放幾個顯示屏俾你，而係將工匠手藝同 MBUX 系統完美融合。最誇張係佢嗰種隔絕感，連 A 柱位都計過晒封咗，靜到好似喺隔音房坐緊梳化咁。喺香港揸咁大部車會唔會好難？其實都唔使太驚，佢有10度後輪轉向，中環轉彎、深水埗泊位都一樣咁靈活。而且好多老闆都應該有司機，其實日常上班都唔使自己揸。S-Class 喺高速行嗰陣向來穩如泰山，呢啲就係老牌車廠嘅車架製作功力。就算依家咁多電動車追住嚟打，但論平衡、論氣場 ，S-Class 依然係帝王姿態。如果你要嘅係一種唔使向人證明嘅地位，佢依然係今年嘅唯一推薦。想知多啲關於呢部車嘅嘢，說明欄有詳細試車報告。講到披住羊皮嘅狼呢，大家一定會諗起 BMW M5。由1984年第一代到今日，呢個名代表咗行政座駕同超跑嘅完美結合。佢啱啱仲攞咗我哋最佳仿跑車首選。點解咁勁？因為佢今次真係玩到好大。今代最話題性嘅一定係 M Hybrid 系統，佢用咗跑耐力賽嘅技術，4.4升 V8 雙渦輪引擎加埋電摩打，夾埋爆出727匹馬力同1000牛米扭力。呢個數據以前係超跑先有，而家呢部4門房車俾晒你。雖然車重係重咗少少，但係 BMW 嘅底盤調校真係冇得輸。最勁嘅係佢人格分裂得好徹底。平日返工你可以用純電靜靜地行，週末想熱血一下，副 V8 咆哮聲依然喺度。講到最佳家庭 MPV 首選，Honda Freed 一定係好多爸爸嘅首選，全新第3代 Freed 已經推出，佢仲贏埋我哋年度最佳家庭 MPV。點解？因為佢真係聽晒我哋香港用家話，佢起步玩純電，靜到好似電動車咁，但完全冇里程焦慮。最緊要係咩？每公升汽油可以行走26.5公里嘅耗油量啊！喺香港揸呢部車接送小朋友，荷包真係鬆動好多啊！今代終於加咗中排獨立冷氣出風口，呢點加晒分，加上平地台同埋防水防污座椅，倒瀉奶茶都唔驚。如果你揾緊一部可以喺窄巷穿梭，又可以照顧到老人家同細路嘅 MPV， 呢部 Freed EHEV 真係今年最中肯嘅選擇。好多人話超跑一定要有誇張尾翼先夠型，但呢部 Ferrari Amalfi 話俾你聽咩叫收斂嘅霸氣。作為 Roma 嘅繼承者，佢簡直係流動嘅藝術品。佢啱啱成為我哋最佳超級跑車首選。你睇下個車頭，取消咗傳統鬼面罩，換上同車身同色嘅浮動色板，乾淨科幻，好有未來感。雖然樣貌優雅，但係重點依然係嗰副癲狂嘅3.9升 V8 雙渦輪引擎，640匹馬力，0至100加速只要3.3秒。最難得係佢嗰種線性嘅動力輸出，配合法拉利標誌性嘅高頻聲浪，嗰種官能刺激真係無可取代。坐入車廂，今次法拉利聽晒用家話，將方向盤主要掣換翻做實體按鈕，嗰種手感同啟動儀式感真係翻晒嚟。加上15.6寸數碼儀表同專屬副駕熒幕，科技感同奢華感攞滿分。講到男人嘅浪漫，除咗豆腐火腩飯，一定係呢把機關槍咁嘅聲嘅關門聲。冇錯，相信大家都估到我講緊邊部車，就係 Mercedes-Benz G-Class。今年我哋嘅最佳豪華越野車就係佢，越野界嘅大哥大 Mercedes-Benz G500。點解咁多年佢都可以係越野龍頭？因為佢夠硬。由1979年開始到而家，佢嘅梯形車架、3把100%差速鎖等設備，令到佢喺越野路面從來冇妥協過。市面好多車只係有越野能力嘅 SUV， 但 G-Class 係一部真真正正嘅越野車。而家新一代 G500 變得更聰明，多咗好多數碼科技。就算你唔係越野專家，撳個掣佢就帶你優雅地征服不同崎嶇路面。呢種鬆容就係豪華嘅極致。喺香港揸 G-Class 已經唔係單純買部車，
係一種品味同冒險精神。如果你想去邊就去邊，G500唔係其中一個選擇，而係你嘅唯一。揸車最驚唔係塞車，係驚撞咗車先發現份保單咩都唔包。今日同大家講下點解我哋要將最佳汽車保險中介首選頒俾 QuickSure 快宜保。好多朋友問點解唔直接揾保險公司？快宜保係獨立中介，佢哋唔係賣廣告，係幫你橫向對比全港幾十間公司。無論你想揾777港元起嘅三保，定係要全方位保障嘅全保，佢哋都會幫你格到最底，唔使你自己周圍格價。如果你係新牌仔，25歲以下或者揸緊高性能跑車，通常揾保險都好頭痛。快宜保勝在有25年經驗，同保險公司好 friend， 幫你爭取到最合理嘅保費，唔會因為你係新牌仔就拒保。近期大家最關心港車北上，快宜保反應夠晒快，佢哋個一站式平台一次過搞掂交強險、商業險，仲有等效先認。最好嘅係佢哋會變身法律翻譯，將兩地複雜嘅條款變做簡單指引，等你可以安心上去玩。萬一真係發生意外，佢哋個理賠團隊會企喺你嗰邊同保險公司傾，呢啲先至係專業中介嘅價值。呢幾年試車，有時感覺好似測試緊新款手機咁，功能越出越多，屏幕越換越大，但反而令人覺得有啲疲勞。對我哋嚟講，2025年係一個減法嘅年份，我哋開始重新欣賞嗰啲能將基本功做好嘅車，轉向夠唔夠準，避震處理路面起伏夠唔夠爽快，呢啲睇落微不足道嘅小事，先至係每日開車最影響心情嘅細節。我一直覺得一部好車唔應該只係用嚟炫耀科技，佢應該係當你結束一日辛勞工作，走入車廂嗰一刻，可以令你真正放鬆、感到自在嘅空間。今次呢份名單入邊嘅新車，正正就係因為可以俾到呢種心靈上嘅滿足感，先可以喺競爭咁激烈嘅市場入邊留低。呢啲先係真正屬於我哋嘅年度之選。